咱台湾的人口老化、长照、医工、医疗，这寡社会福利是真要紧的议题。民进党的立委吴玉琴做立委8当啊，长期关心老人福利。伊今仔日办茶会，感谢伊捌有合作的民间团体，嘛希望后一任的社福立委会当继续推动再生医疗法。 在这么冷的天气，能够来到这么温暖、热情的这个我的卸任感恩餐会哦，要特别谢谢大家莅临，谢谢。这上台就是向济合作过的民间团体说多谢。民进党社会福利立委吴玉琴任期行到上尾，拜五举办茶会，现场济相关代表甲立法院长尤锡坤拢到场参与。为弱势打拼，为司法正义奔走。 弱势的人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有一个很强的特质，就是坚韧啊，他非常坚韧啊。如果不是他这部历经25年提案的社会福利基本法，很可能没有办法在今年的5月5日3读通过。除了社会福利基本法，吴玉琴对伊上任了后的第一部修法就业服务法第52条真有印象。 这个修法虽然提升移工人权，不过也因为长人在路，迄时伊甲立委林淑芬甚至爱发不自杀声明。就业服务法52条，是针对移工的这个每3年要出国1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我把它废止了，好，那废止的效果就在于，这个移工每3年出国的时候，再回来台湾不需要接受母国的这个仲介的剥削。社会福利社人继续说，拜五针对监管混政期召开记者会的是长期关心儿少福利的监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也是民进党大选立委不分区名单的头名。吴玉琴希望后一任立委通继续再生医疗法的推出工课，增加济病人的福利。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